为着要互民众认捌台语的发音甲文字，嘉义市有台语老师开课，唔但教音标、声调，也有会用歌谣甲诗，也是一寡流行的影片，互台语课变甲更较生活化。嘛希望互民众会当感受台语的水气甲传达。模仿哈，带唱红首歌的感觉哈，比如讲婴仔的婴，有无？你若要发音较标准，是毋是你的鼻会较重？老师用趣味的方式来教台语的发音。家己市的独立册店为着要教民众认捌台文字，学习台语的音标甲声调，特别伫暗时来开课。唔但有长辈来上课，阁有外国朋友嘛来学。用台语来作顺啊！即摆要上课开始要用写都写袂出来，尤其要阁用遐个母音啦、什物音来配合的时阵，这对我这有点困难。我感觉音调足困难的，就是即马我的音调可能无遐尼啊标准，所以我想讲多练习。上课的老师讲，南部虽然大家较会晓讲台语，但是拼音、声调甲台文字其实大家毋是真清楚。希望透过课程的学习，教民众豆豆仔来认捌台语字。当然，一个语言本地就有真文雅的部分，真粗俗的部分。咱袂使拢一直去感觉讲哦，讲台语就是爽爽，毋是安尼吼。台语有真文雅的所在。为了要增加合适的运用，老师除了设计趣味的题目，伫上课当中来练习，嘛会请大家分享台语的文学作品，也是音乐歌词，互台语的合适更较生活化，嘛希望会当互民众来感受到台语雅气的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